大家好，我是湘婷，我是我第一摆做客太阳。下摆我等会坐14点钟嘅飞行机，比9000人公里来到欧洲嘅中心奥地利。头摆就是欧洲文化中心嘅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涵盖係歐洲音樂藝術嘅搖籃。等下就聽等喺啲維也納超過40年嘅 Jenny G 嚟感受也在音樂之都嘅文化魅力咯。Hello， 嗨，你好，雪儿你好，欢迎你来维也纳。我看到你安用坐地两位自由自在嘅用诶，这不会是你平常嘅你的生活就会安用哦。喺苗栗南部出世嘅 Jenny G， 大學學嘅係古箏老琵琶。1976年同老公鄉下來到維也納留學，希望做啲老貴昂發揚光大。不過後來佢就因為開始發現啲歐洲青態嘅旅行社，等下就嚟談佢講一段故哦。因為東歐當時在很封閉的共產時代的時候，我們等於是去一家一家的領事館去把這個關係打通。所以大概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要來東歐的簽證都會透過我們，幫忙，對。一開始絕對沒有想到是說要為了賺錢，只是想幫助國人，幫助我們台灣怎麼樣可以去辦到簽證，可以去這些神秘的地方啊。所以真的講起來也是因緣際會啦。從愛的話，咱多兩位聽音樂，你覺得愛的要從哪裡開始認識維也納？就從這裡開始吧，就從這裡。我們現在來的這個地方，可以說也是維也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帶動世界當時有一個所謂新藝術運動的一個地方。當時維也納的新藝術運動主要的這3個有名的藝術家的展覽在這裡啊。你現在來到維也納，你會看到很多叫 Gustav Klimt 的吻，對，還有Lukas Kokoschka 的比較頹廢、比較華麗的，這也是在這個展覽。還有就是 Egon Schiele 也是在這裡，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裡開始。跳下來嘅時間啊，那個盧紅都係那個 Cream 吻的那個，就是感覺這個城市真的很以這個作品為傲誒，因為佢就是地位嘛，錯嘛。學生時期就當好旅遊嘅兩公婆，因為做人熱心，就按用模型創作嘅變做了解歐洲文化嘅旅遊專家。Jenny G 講啊，自家雖然係音樂嘅頭邊，不過佢對敏感嘅堅持尚唔是改變，是係專做開發精緻嘅旅遊路線檔。等一下就聽聽佢對了下變做奧地利美術館嘅標誌嘅，向下人認識維也納。我們看到那個教堂就是維也納最中心點的聖斯蒂芬。那維也納是一個環狀的城市，所以我們這個角度剛好可以看到圓形市中心最中心點的地方，因為剛好教堂就在市中心。後面你看到的就是維也納森林結束的地方，整個就是依山傍水的狀態啊。這個城市下面是河，然後上面就有山，這樣。維也納的交通算是真的很方便，就是說你現在這樣看就知道啊，你只要往中間走，你都可以到市中心。談到 Jenny G 詳細嘅為愛人少嘅維也納嘅發展歷史，就做得感受到佢嘅飽學老熱情，做人熱心又重感情嘅佢。第2010年，韓卡連嘅當地嘅客家人成立嘅奧地利嘅客家會，第2位有一群親戚配嘅客家人，佢哋話係啲印度來嘅。聽講呢，就聽聽 Jenny G 嘅世界來因向下來拜訪佢哋哦。Guten Tag。Hello，Guten Tag。你好。Hello。你好。我是 Sharon。我是Ying，高興認識你。我知道，就是陳建局有跟我們說，你今年要載我們去山區，是嗎？我們去23期，我們去一個遊局。去一個遊局。對，我們去認識這邊的華僑，所以我覺得你你的朋友。哦，然後你現在已經住在奧地利了。對，我在奧地利，我這邊出生的。可是你之前有去美國回來？對，我這邊念過書，然後我有工作一下，然後回來還是回來了。你馬該你要轉來到奧地利啊？你談那什麼？聽得懂嗎？我聽不懂。我聽不懂。沒關係。沒有，我也要盡量講。
我说你为什么要从奥地利从美国回到奥地利啊？因为我最喜欢维也纳啊，维也纳那么漂亮，你不喜欢吗？好，那你载我们去哦。好，来，谢谢。 Jenny 指讲，头摆佢一部43人，做地講係世界人，因喺美國，泰來嘅喺上海，佢老公喺台灣、奧地利之間比來比去，一部人做地始終強下嘅時間有限。故說1年前，因先才轉到奧地利，聽說旅遊事業，佢真感到歡喜。他會講的客家話就是我阿公，他一直叫我弄死那個，我孫的啦，弄孫誒。哦他就會回答他我阿公，哦，所以他们就是說我們家的對話都蠻可愛的，所以他們也會很親。我是後來有我們客家會帶動，然後我自己認為我很客家人，但是沒有，就這個環境沒有機會讓我講。太高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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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講客話好啦。好，講講。太高住在看到，俺剛過有點無法圖想象。你看那種，俺人在奧地利，然後看到台灣人，哎 ，no， 不是台灣人，客家人，我從印度過來。印度來嘅客家人。地位含係有你嘅那個公司。有，目前就找是要做啥，就俺哋唔係同意，唔係客家人可以。唔係客家人。強下來面是你的。好，來哦。喺海外談到客話，總係本人想唔到，見本人談到嘅客話還較係難得咯。泰國講，佢哋嘅老祖公喺8年前離開落實困難嘅中國，去到泰印帝國嘅殖民地。Calcutta 簽片費，8年過後，佢哋為咗更加好嘅生活環境，又出發駛到歐洲。不過，就算離開家鄉超過8年，佢哋對母語嘅堅持還係唔是改變。每因為安陽，將本愛到有機會啲兩位相識。等一下就來參觀啲維也納清泰嘅郵政處理中心。佢米嘅是有機器啊，佢有嘅萬一會壞啊，會抹嘅。會塞住啊，會設定啊，就可以打開來看的。哦，兩個喺下面塞住，給打開來看。打開來看啊。那你講衝底按鈕，這樣一封一封過去，你係用的底哪一戶要送到哪一個？今年就是打第一個，還什麼都沒有。他是光是那個顧客拿來，經過這個機器就有下面就有那個 code。他要送到的地方。有 code。你要做第二個的時候，他就把你分得很好的。阿伯，像你就按用啊，你阿邊有按到嘅客家人啲阿邊工作，你感覺會很團結嗎？叫3日就開始要去做嘅。哦。差唔多按到。還蠻出聲咧。差唔多咧，就嚟喊住人來做嘅嘛。咩都想買到。老師就一個打參觀。那你一開始來嘅時間，你有考試當做得來到了嗎？有考試，普通的，簡單的啦。普通的就問你幾個國家的那個首都啊什麼。哦。阿爸講，佢哋當時來到奧地利，唔會講德文，當然就在台灣人開嘅傳統打工。後來又研到郵局這條路，雖然無限，不過佢當真下也分條路。希望老大餅每本佢哋帶來好印象，本罕卡到嘅客家人做得落去郵局服務。你嘅新嘅經過只是叫做樣相。樣相。你嘅新嘅經過，就照相啊嚟嘅。就有老靚嘅那個地址嘅地方照起來。你照了相以後呢，你就算啦旁邊嘅人物，1個小時可以12000副。兩邊哦，12000副。按用泰式嘅。是呢。他們從nhà就係因為成發，然後慢慢來到奧地利，那幾條咩係共用哦，其他嘅。也一樣嘅，差唔多啦。那你感覺啲兩邊做些，他們包容力是不是很大啊？對，不過他們也是很嚴格、嚴格。
如果你们吵架、打架，特别是打架，会打架马上就办死他们。你们这里的人会打架？有时候，那你看，这边有个松树，两个这个松树的代表是在，也就是都是喝最新，在365天要喝完最新的酒，所以这个是很典型，真的很典型当地人的生活。 Austrian life。马上就办死他们。你们这里的人会打架？有时候万一脾气不好的时候，骂人啊、打架就打起来，就马上就fire。从你的以前有就是很漂泊的生法，就是没某问题啊，从俩他问题呢，你心里有没有很踏实啊？踏实，然后就看结婚小孩子，照顾小孩子。以前就冇可能，你的生法時間都忙忙都唔知咧，哎呀，都唔敢結婚。唔敢，以前唔敢。飄來飄去都唔敢結婚啦，都唔知冇敢啊。嚟啦，呢張做地結婚嘅。對印度英國歐洲各國，親密當建落當地奧地利。阿爸有4個兄弟姊妹，佢哋為到行較好嘅生活離開印度，上建落當。安樣嘅人生故事，第來個時代可能有一啲嘅本人想唔到，不過客家人四海為家嘅精神，每本人感受到處世間人嘅一種色彩。看佢哋滿足嘅過生活，我真嘅為佢哋感到當歡喜。也拜來拜訪，因為客家來減嘅時空嘅限制，真見有東南形容嘅奇妙。感謝很多嘅人為客家會付出，本漂洋過海嘅人有機會的愛鄉，因為共樣嘅文化感到溫暖。是個主，阿伯老姐你姊妹會去無限咧，把阿啲維也納嘅下主都是去老做奧地利文化親善大使嘅鄉親見面，認識新朋友哦。立馬跟家裡有這個這麼大的那個電影院啊，這個不是電影院吶，這裡是我們的市政廳。這裡是市政廳？對，這裡是維也納的市政廳吶。可是為什麼感覺他們把整個廣場都包下來當做電影院的感覺？對，是整個都包下來。這個市政府啊，它很就是想要讓這邊的人民，就是說平常大家有很多休閒活動，然後像我們現在是夏天，你不要看現在很多椅子哦，冬天是溜冰場，冬天是，對，冬天是溜冰場。姑說政府他們是會把那種大家都可以來的地方變成娛樂場所，因為他想說這廣場就這麼大啊，對啊，然後夏天啊，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露天的電影院，然後大家看電影會肚子餓啊，你看促進消費，後面就像台灣的夜市這樣子很聰明的，你一方面又可以推廣文化運動，然後又可以促進經濟，然後這一帶啊，就是很多很漂亮的建築，我每天早上起床都覺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一張明信片裡面。我覺得你每一天看不會膩哦，不會啊，因為這邊東西太多了。你看這邊是市政府嘛，然後呢，這旁邊都是政府的行政的所在地。你為什麼感覺對這裡好像你來很久了，對不對？對，我在這邊很久了，我在這邊長大的。喺屏東來嘅家庭，阿爸係客家人。1992年，佢當時只13歲嘅佢，為到愛學鋼琴，自家到奧地利學音樂。一下嘅佢，除咗係有名嘅鋼琴演奏家之外，還靠因為熱心促進台歐兩地嘅文化交流，變做奧地利嘅文化親善大使。大幫下租短長嘅時間，家庭會帶眼燈啲生活度去了解 Austrian 嘅想法。家庭那個看起來，然後其他嘅建築是冇共用的呢。對呀，你看這邊這麼多很不一樣的建築，你看這個哦，這個呢就是我們的國會大廈。然後國會大廈就相當於台灣的立法院。那你想到立法院這個地方，你會覺得說這應該是一個門禁很嚴深的地方。對，可是這邊不一樣，這邊就是因為它奧地利很講求說全民參與政治，所以你看哦，你看它沒有圍牆。就是開放的空間。那你講匈牙利這種很開放的政治環境嗎？還是整個整個社會其實應該都是？那他們可以參與政治的年紀是？奧地利這邊啊，公民可以參與政治非常非常的早。
16岁就可以投票了。 16岁，对，16岁要高一耶，高一，对，高一。像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学习政治啊，就是对乃港公会他们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因为他们觉得2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文化还有政治，都是在生活里面的。你看这个都落实在我们的周遭。你看这边是国会，前面国会的前面就是奥地利最重要的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所以你就看文化跟政治是完全在一起的。对，我们像刚刚讲说社会议题有没有？社会议题就落实在生活旁边。像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啊，有没有红绿灯？有看到红绿灯？就是2个男生或男生，对，因为同性议题还有性别议题是我们这几年社会一直很注重的，那就是都落实在生活里面。然后，所以我们的红绿灯就会有2个女生牵着手啊，2个男生牵着手，或是1男1女都有。从生活中就落实给就雄为老女共跟理念那种，对，不会说强压你一定要对，就是这样子。对，然后让大家平常就可以接触，然后也会觉得说，政治文化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呐。做一只多移民嘅城市，越南當強調包容和尊重。不過啲從事嘅人自由嘅後輩，講嘅係上心，也限卡係冇共樣嘅文化，做得強下生活嘅重要原因。講到無形嘅文化影響力，限卡做唔代表個越南嘅咖啡，等下就天天加強，來體驗越南人日常生活，做唔得缺少嘅重要親身安慰哦。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这边很著名的维也纳咖啡。那这是什么呢？就是1半牛奶跟1半咖啡。对，然后那1半跟1半，这个它有规定说什么比例是怎样？就是1半1半。这个对，而且咖啡对，而且咖啡呢，最好就是最正统的 melange 呢是要放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就是土耳其咖啡。哈？对，然后那个咖啡是有咖啡渣的，所以等一下喝完会有咖啡渣。对，我们这边是就是很讲究咖啡这样子。对，那我们现在试喝一下，我们可以干杯吗？现在这是台湾的传统。好，那我们来干杯一下吧。好，好。很烫哦，你确定要干杯？不要，好烫，真的很烫。然后像这个咖啡馆，我们当地人很喜欢来，就是这个咖啡馆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 Vima 该是这一间咖啡馆很有名。我们当地这边很多这样子小小的，这样子咖啡馆呢，那像它上面的它的装饰元素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青年派。18世纪要接19世纪之前啊，就10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艺术家就想要挣脱那个古典的那个拘束，对，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分离派这样子。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希望把文化跟艺术啊结合在一起，对，对，让大家应该是说让大家可以比较轻而易举就接触得到。对，奥地利是一个很有包容力的国家，可是因为这几年来国际化，然后外来移民人口涌入非常的多，然后加上这几年又有难民的问题，所以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么多的外国人竟然就他们有时候也会有点招架不住。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从小在这边学到，就是说每一个公民都要参与社会议题，对，然后所以我就很希望说可以用我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帮助推动这件事情的推动这件事情，因为我从这个国家得到了很多，所以我也希望说回馈可以回馈给他这样子。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你很棒的地方是，虽然你真的是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你的力量很大。我觉得在你旁边感受到的热情就是这样啦。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台湾这块土地赋予我的那个元素。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身上都有这样子，就是那种冒险泛滥的心情。冲哈感，我觉得也是哈感好客。对啊，你也很希望可以分享你所有知道的东西跟我们讲。对啊。雖然相處嘅時間很短，不過還係做得感受到家庭生活黏嘅能量。佢老自家經歷過嘅文化衝擊，轉變做為別人聽述嘅動力。透過分享經驗，希望做得平復無共樣文化帶來嘅衝突。感謝你嘅作品，也希望你嘅能量做得帶伴更加多嘅人希望哦。老家庭 say goodbye 以後，我哋就聽聽 Jenny G 到維也納嘅副圈，繼續嚟拜訪我哋嘅鄉親咯。
陈妍姐，你让他带来了，比迄哪位啊？来带来了嘿，维也纳的当地的人民很典型在夏天的生活文化，跟酒有关系。我们这边叫 Heurigen。那你看，这边有个松树，两个，对，只要挂松树，这个松树的代表是在365天要喝完最新的酒。哦，所以他摆这个就是表示给的底部一个黑新的酒。所以这个是很典型，真的很典型当地人的生活。Austrian life。所以它的葡萄园就在后面。两个看起来很像那个绿色的瀑布，这样倾流而下的感觉。离市中心只1点钟车程嘅维也纳山呐，係维也纳人平常時散步嘅好所在。無邊無順嘅葡萄園散在山那老多諾河之間，本維也納有葡萄酒之都嘅好名聲。大擺到禮貌咩，都做得看到黏黏嘅維也納人為到新舊酒館食掉嘅酒，老朋友打掉戲。雖然夜擺來拜訪唔係隨俗嘅時節，不過酒莊嘅主人還係當熱情嘅帶我哋參觀佢嘅葡萄園咯。And does the soil here or the water, does it matter also to the grapes? Yeah, like soil condition is very it's a very loamy soil, a very heavy soil, and we planted it with clee, with these flowers. Yeah. It helps with the. It helps because it's always. Oh, it's very wet. It's wet. Humid. Yeah. Yes. Humidity is higher, so we have always enough humid in the soil. Yeah. Oh, so this helps them to have water. Yes. Almost all the time. Yeah. But only this, yeah. When you had other soil, as other grass, this is the humidity is not so high. Yeah. Oh. And this is perfect for vineyard when we had. This is perfect to plant this. So you don't need to water very often. Yeah. Then how often do you water? No, we don't. You don't. Just leave it like this. Yes, like the rain, it's enough. Yeah. Oh. 作為一個百年酒莊嘅後台，酒莊主人講，自家嘅條路就係順天天使，將也太次演送嘅化作好酒，本是好酒嘅人呢，都做得感覺真歡喜。也擺因為我哋難得拜訪，主人還特別帶我哋去看有百年歷史嘅紅酒窖哦。So Thomas, what is this for? This is like in Austrian we said it's Pi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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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o because the wine is bold, you can chew it, and so the wine can come out. Why do you store water inside? Because when it's empty, and it is to dry, the humidity is to dry, so the barrel, when you fill the wine inside, so the wine comes. Oh. Yeah, so you must store it with water. And so we must store it with water, and after them, the water getting out, and now we fill the next vintage inside. And this one, what is it? This is my grandpa. Everyone, your grandpa, the one we saw. Yeah. It's like from the year 1986. It's the barrel from his friends. 聽主人講，維也納嘅劇酒嘅歷史當初，除咗因為有別個地方冇嘅奶肉天使，又因為奧地利新天主教，本人認為係上天嘅松樹嘅葡萄酒，一次有輕重要嘅地位。唔過也下維也納除咗紅酒，次嘅白酒還較係流行哦。等下我哋就留我哋嘅鄉親鄉下享受下次嘅葡萄酒，享受標上嘅維也納之夜。來42年了，1974年來到呢下。那你為嘛搞會來呢邊啊？我讀書啊。來呢邊讀書。呀，你會個中文咯，學校哈，係搞35年。還有我哋都得看到呢邊有東東人在排隊喝呢邊。因為奧地利的水質是世界上有名的，血溶到土地產生的泉水。我們一般每一個家家戶戶水龍頭打開來就可以喝。你會個中文咯，學校哈，係搞35年。全部都係
那个华人吗？还是会有其他？佢是係華人較多，而家是他就到每個人知道講中文、親中招嚇，所以是來學中文。他在以前他都全部係中國人嚟學嘅，泰魯咁咩嚟學，其實嗰陣時根本都冇中文學。古時你啲啊，雖然講嘅係海外文化傳承嘅困難，不過藝上大家做得始終強下，本小李老歡喜都有人做得強下分享。每本海外嘅想法，唔會淨係單人脫馬打餅，看到幾條安樣大嘴骨，每本愛情歡喜，是寶嘅好好歇看一下。天公人打造，還能聽聽這一季到市中心同海，感受一下維也納嘅 highness。外地就是維也納那邊有很多你講嘅什麼歌劇院，還有輕歌劇。當然這是一個象徵，然後就有很多地方會用莫扎特連接的一個音樂。不過這個音樂會其實是以觀光客為主的啦，就是你不要用正統就懂音樂的人來欣賞，但是你可以來感受一下自然音樂之都，聽一場屬於莫扎特的音樂會。這邊是市中心，當然在哈布斯堡王朝，它統治600多年，又可以說當時是稱霸歐洲。那這些的建築當然有一定的水準啦。好，那我覺得就是說，為什麼奧地利會讓這麼多人討喜？我就帶你們去神拜那邊，知道一下，說奧地利人他的水準在哪裡，他用的東西是什麼。我們想要看你平常跟時間跟神拜，那我們就一起過去。好啊。來到Q山期，真見感受冇強用呢。冇強用嘅時期嘅建築，看到眼目花花，難怪有人講，行業維也納就像讀一本建築史。不過 Jenny 只講，維也納上人嘅所在，唔單唱啲也條豪華沒有極限嘅地態建築，還卡啲帝國留下來嘅神話秘密。來哦，我哋去看一下。這條街叫 Glaben，這直直下去就是維也納他們講比較有名的名店街，就會千多人會來嘅地方。還有我哋都得看到那邊有東多人在排隊喝那個，是公共，他們就是政府提供的水。因為奧地利的水質是世界上有名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都是冬天積雪融到土地產生的泉水，我們一般每一個家家戶戶水龍頭打開來就可以喝的水。對啊。好喝嗎？不過像幾條 V 嘛，該政府要就是設立那種公共的水不太敢是的。因為奧地利的水質是全世界上有名，因為這邊的水都是從阿爾卑斯山引進來的泉水。其實，在歐洲對引進水來給市中心用很早，應該是200-300年就有，你就知道當時他們的水道的管理就已經很完善了。對啊。到 Alpines 來嘅強烈嘅水，做地講係帝國留下來嘅禮物。19世紀末，維也納為到以防傳染病，作為90公里長嘅水管，向入來3000水。本居民有強烈嘅水做得事。韓國格拉本路巷那嘢都做得看到嘅百年老店嘅，本條牌放出專有嘅甜點，唔會個安全啲咧。精緻高雅嘅包裝垃圾嘅，從韓做得感受到貴族幾條對享受嘅款。藝術放出留下來優秀嘅文化，早就變成維也納人生活嘅一部分。韓國也可能就係維也納人充滿自信和驕傲嘅原因。我跟你講，這一棟大樓呢，它其實一個是 palace， 可是它裡面是 Dorothea 拍賣場的拍賣場，所以它其實也整棟都是。這個建築是1707年就已經創有的，它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古典藝術展覽的一個皇宮。其實200多年，他們就已經有拍賣的性質，所以其實這邊的拍賣場算是歐洲的領軍者，是它帶動的。你來看哈，你看這邊就是，所有幾百年留下來各種不同的家具。那他先展覽，那我們先看。
然后拍卖的那天大家再进来。你做的闲累了，然后看你想问哪一个，然后它一般会有一两个月时间展览，然后你记下你的号码，就是等到拍卖的时候你过来。做一张第二期清泰嘅拍卖會 ，Dorothy 除睇拍賣名家收藏品之外，咪係 OT 里人品藏埋家樂福嘅好所在。老古董但用來收藏嘅想法冇強用，佢就真件會拿來用哦。本古典美學唔會講係東南行鑑嘅學問，還係係神法品味嘅一部分哦。很嚴謹感覺就是來到倆 V 啊，它不會讓我感覺好像進去博物館，然後壓力很大，因為其實就會存在他們生活底度嘅生活用品哎。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不想要让你们介绍旅游的太多了，景点太多了，我想要带入当地人的生活的层面，带入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层面。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去的那个巧克力，他们叫棒棒，就是其实他们其实是一般的所谓糖果店，只是在糖果店里面，它有专门包装成的巧克力。欧洲传统历史留下来人家的生活品味。看起來東南行鑑嘅拍賣會，其實就像一間神法美學嘅博物館，同下到幾百年嘅文物老畫作，唔是門票就做得入圈，佢嘅精緻老格局，咪錯是本來太過年嘅。韓姐你自對越南嘅術落老真心介意，咪變做佢經營旅遊業清泰嘅樣面。等下我哋就落去佢嘅公司拜訪哦。很勇敢过，因为像爱人的就是茶松还是什么，然后你看到一个地方，你就爱人都摸摸你哦，然后你就去跟安勇共，你就很热心的想要把你所有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可能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就对这边的建筑啊、艺文啊，都特别的有兴趣。我记得我们以前每次开车，我们看哪个地方漂亮，我们就朝那个目标去。所以在一开始接触到我们旅游界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你那个行程，我们会多心，是想要告诉人家，那变成就很多人会来找我们，要做这个行业的话，就是第一，你一定要喜欢人，你一定要喜欢怎么跟人家沟通，再来就是远远要有求进步的心，你没有站在第一线，给人家最正确的 information。你看，包括你到一个城市，今年会有什么展览，今年会有什么会议，那我们都要事先掌握。我想，这可能在全世界上没有一家旅行社会像我们。为什么有一个部门？我们这个部门呢，维也纳的部门叫 Control Center。就是你要掌握每一个人做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去 double check 说，哎，订的旅馆。我今天旅馆订到东边，我不可能餐厅去西边啊。这个是很常态，很多人发生的。那我们可以去避免这个东西。之外，我们要做很多不断的给 information， 不断的培训。甚至于员工每年都要让他出来，跟着某一家旅行社的团跟着出来看人家别人用你做给。不是看人家做，是做是我们做。他自己做的团，他现在跟出来，觉得顺不顺，哪里需要改进两个每一年都要，每一年都很像自己的对自己的学习，对。Jenny 指講，比起創太前，佢還較關心員工係唔係做得啲做制度，得到滿足和快樂。佢認為為做好一件事，你就係會中意佢。當你真心中意佢嘅時間，銀行咪做得感受到幾分真實。唔過隔行2+3，本單係銀行人嘅 Jenny 指講，自家一開始對管理真嘅係一啲嚟都唔曉得咧。以前那個時候好像就是因緣機會，還有種種的需要你，所以我們就開餐廳啊，開藏學間啊。前30年，你自己會很彷徨，說我是要做這個工作呢，
还是回到音乐。然后有的时候自己想一想，会觉得说，哇，我再回头，根本不是我所要做的事情。以前的那个心态自己会很挣扎，很挣扎。必须很坦白讲，我当时开餐厅，根本就是有点被逼到了，人家叫你开你就开，所以。然后我们认为有很好的经理人才，他们懂的人在帮我做。其实我自己说实在，在管理，什么叫管理一窍不通。那我会认为就是说，你问我餐厅赚多少钱，你问我餐厅现在怎么，完全没概念。我只晓得是说，你这个钱拿来这个付出，这个拿钱这个付出，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管理。其实是真的，我小孩长大了，我进来这个旅行社，然后我就开始思考，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公司所有的管理模式，我没有去看书，我没有去，我是用我自己的理论。那这个个性又是跟我先生一样，因为我先生是3代单传，然后就最后他是一个孙子，所以我从小只听我的小姑他们讲说，我先生从小就阿祖阿嬷每天都是塞钱，所以他的口袋都一堆钱。他在91大寿的时候，他的学生全部来帮我爸爸妈妈做，说这一类的事情，他们应该当天讲了，我自己都很感动。我在想，我都把我以前的老师都忘了，可是这些人他们都70几岁了，帮90几岁了，说。我先生从小就阿祖阿嬷每天都是塞钱，所以他的口袋都一堆钱。我们一来，我们就买新车，我们就买音响，然后我们没有那个概念说，怎么节省啊这样。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生完老大，我开始有点慌。我有问我先生说，那以后我们现在小孩怎么样？他跟我讲说啊，赚钱很容易，赚钱很容易。他没有在怕的。可能喺下家人生來做什麼嘅身體，本期無論落成做乜嘅，總係全力去做。容易相信你有大方體貼嘅身體，每本期嘅生命度要懂得貴人聽數。啲人善用人本義嘅管理方式，每本員工變做佢清態嘅變白山。看見你知老員工嘅互動，佢哋就像老朋友同樣。这个是 Helen。Hello， 你好。Helen 汉饮料，他是汉饮哦。我也是。真给呢？那你会中哦？听得懂，不会讲。那你还负责吗？该部门的？我是跟瑞一样，是负责大陆团的部门。哦。对，因为大陆团特别太多人。就是要对的东西特别多。OK， 文竹，他来之前是拉大提琴的。对。然后他也是学音乐的，现在也立马为什么你会来做旅行社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Jenny，然后就留在Jenny身边已经25年了。也是25年，对。阿姨身边跟敏仪跟你感觉都做了很久哎。对，我应该都不会让人家走吧？那应该也是你们很喜欢跟他做事的方式吧？对，我自己就经常想自己是跟着 EPS 长大的这样。25年在这里。等于一开始工作就在这里，就把这里当成一个家了，自己的家感觉。是哦。春妹阿姨 ，Hello。好。那你负责的到底是哪个部门？我负责总管。总管。因为我其实很少进公司了，我很少进公司，所以其实这个公司呢，在人事部分就是调配啊，比如像导游啦，怎么调配是我妹妹在帮助大家一起拍嘎，对，所以你也是懂行酷呢，还好啦，最主要是有一个热忱的心哈，还有你喜爱这个工作，那就没有问题了，没有什么好 complain 了。对对对。來到公司看到 Jenny 老員工嘅互動，硬爭啲用嘅 OT 里法橋，
总是嫌佢老太子。就算60岁咧 ，Jenny 姐对生活还是充满热情，体贴大方嘅性格，本人吃到当舒爽又欢喜。哎，我这个，我以前都叫我的宝贝，后来就没有了。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哎，我的玩具宝贝在哪里？这样。现在玩具变那么大个了。现在是他玩我了。没错啊，现在我玩他看。你看，你们两个又要 tease each other。对，看到你们两个的互动，我就觉得好，就是你也放下那个，然后。我 ETS 负责人的那个感觉。对，我就是还好，就是员工也很好，然后我又有自己最亲爱的人在身边，所以，然后我觉得我很满意了，看得出来。我的工作生命应该都很好，很幸运哦。但是我说不关心，不再去注意，这是骗人的，一定的，随时随地你还是会去。第一次听到他讲出来，真的，他就是放不下，还是他的 baby 啦，ETS 还是他的 baby， 我们大家都知道。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去澳洲，一进旅馆，他就跟柜台讲说，我们这个房间不要电话。哦，因为太家可能唔伫个做嘿，我们私底下的时候，你的电话是一直来。我看你妈妈好忙哦。会。现在好很多了。好很多了。你跟10年前比的话，你现在这么好讲话。他会说我一直接电话，一直接电话，10个小时电话了，你抓上去的。他应该说又骂又爱的，就是骂我不听。不知道爱自己啦，他最关心是我的健康。他一直帮大家想啊，不会替自己想。还有就是他要我吃东西，没错啊，他工作不吃饭的。跟他一起工作也受不了。这种妈妈最让人操心了，我的天啊！看到 Jenny 姐老应嘅互动，真见本人吃到当幸福，无论人嘅幾無限。生日呢，總係不用體熱，係從事感情嘅 Jenny 姐真堅持嘅事。不過無從發現社會規劃人血向下，生日嘅太嘅 Jenny 姐老公要重新去嘅算係伎倆啥嘅屋哦。來到 Jenny 姐嘅屋下，要本愛過一擺嘅感受到佢對親情嘅重視。以前就讀音樂，然後又來到倆味，相對嚟講你就是。骨子里还是就是有，华人的很多精神在，从你有孝顺什么那一些，不过你的生活好像又很融入这里。我觉得那个精神，你到底还是不能脱离，就是客家人。好，很多人等一下很多人跟我讲说啊，你好像日本人啊，你很像韩国人。我说我什么？我是最标准的客家人。那真正懂客家人的精神啊，应当就有啦。人家说什么吃苦耐劳，或者是说安强，就是你对某些很坚持的，我会很坚持。好，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你有理想，你努力，最重要还是坚持。这是我爸爸，他在91大寿的时候，他的学生全部来帮我爸爸妈妈做寿，所以这边有写。当天来的有从花莲来的，从高雄来的，好像当时好像全部都进到竹南，就是他们要进初中都考上了。这一类的事情，他们那当天讲了，我自己都很感动。我在想，我都把我以前的老师都忘了，可是这些人他们都70几岁人，帮90几岁的做寿。一生人奉獻本教育嘅阿爸，係苗栗南莊地區嘅老教總。雖然出身莽出，不過啲阿爸嘅成功使我一啲嘅驕傲。也每本佢總係記得，無論你做乜嘅角色，輕鬆有嘅還係善良調子。在醫院的時候，聽說他跟很多的醫生，還有所有的服務人護士啊，都一直在講，他要走的那前2、3天。他其實精神什麼都還很好，他就一直告訴他們說，我的兒女們都非常孝順，所以這一點後來聽他們講，我們也很安慰。
所以我们在他这一次的就是我们讲的松庄，那我们所有的孙子，因为我们所有姐妹都是住在国外，每一个孙子、外孙全部都回来了。然后我们最后呢，就是想说他从小这样栽培我们，所以我们最后就献了5首歌给我爸爸。好，这边就是有我们后面的。哇，看起来好慈祥哦。这个就是他的长孙女，现在住纽约，对时嘅音乐响起，本爱想起有人说讲，心肝肚无缺少系富，本人是有系贵。做得变做配音生命度嘅贵人，爱上真系家爸留本Jenny G清退嘅财富。伫Jenny G嘅热心天数年度，每本爱看到务实嘅精神，做得安样推推上传。